第32章第1節，雅各閣行伊的路，上帝的使者拄着伊，雅各看見因就講，這是上帝的軍隊，所以名迄所在叫馬卡念。雅各找人帶先去西珥的地，以東的田，見伊的兄以掃，吩咐因講，恁甲我的主以掃講，你的奴僕雅各安尼講，我佇拉班遐寄居，住到今仔日，我有牛、驢、羊群、奴僕、女婢，打找人來報我的主，愛佇你的面前得到穩定。所找的人倒來雅各遐，講，阮到你的兄以掃遐，伊拄得來要迎接你，閣有400人甲伊來，雅各大驚閣迫迫，將遐個甲伊三甲之地的人，甲羊群、牛群、駱駝分做2隊，講以掃若來攻擊這隊，剩的迄隊夭通逃走。雅各閣講，我的祖亞伯拉罕的上帝，我的爸以撒的上帝，耶和華啊，你捌對我講，倒去你的本地本族，我要好款待你。第10節，你對你的奴僕所施一切的慈愛，甲一切的誠實，就至未遂的我，也袂堪得到。我前行我的官仔過這個約旦河，打我已經成做2隊，求你救我脫離我的兄以掃的手，因為我驚伊，驚了伊來殺死我甲因母囝。你也捌講，我的確要好款待你，予你的後裔親像海邊的沙，多到袂算得。迄暝，雅各歇佇遐，就佇伊所有的物的內面揀出禮物，要送伊的兄以掃。山羊母200隻，山羊公20隻，綿羊母200隻，綿羊公20隻，駱駝母甲食奶的囝30隻，牛母40隻，牛公10隻，驢母20隻，驢囝10隻，各樣另外一群，交代奴僕，甲奴僕講，恁帶先我去，互逐群有3里，閣吩咐做頭的講，我的兄以掃拄着你的時，若問你講，你是什麼人的，要去叨落，你頭前遐個是水的，你就講是你的奴僕雅各的，是要送我的主以掃的禮物。現在伊本身也佇阮的後面，閣吩咐第2、第3，甲一切趕歸群精生的人講，恁拄着以掃的時，也着照安尼甲伊講。第20節，閣恁也着講，你的奴僕雅各佇阮的後面，因為雅各家己拍算講，我用佇我頭前去的禮物來過伊的份，然後我見着伊的面，檢採伊接納我，對安尼禮物先行。迄暝，雅各歇佇隊中，伊暝時起來，帶伊2個某、2個女婢，甲11個囝，攏過雅博的渡頭，大先互因過虧，凡所有的也互因過，只有剩雅各家己佇地。有一人來甲伊相演，到佇天晡光，迄人看袂贏伊，就伸雅各的大腿軀。相演的時，雅各的大腿軀抓着。迄人講，天要光啦，就放我去。雅各講，你若無甲我祝福，毋放你去。迄人講，你名做甚物？伊講，我名做雅各。迄人講，你的名無要閣叫雅各，要叫做以色列，因為你甲上帝甲人鬥輸贏，攏得到較贏。雅各問伊講，請將你的名甲我講。迄人應講，咪使問我的名，就佇遐甲伊祝福。第30節，雅各名迄所在叫便以利，因為講，我當頭對面見着上帝，我的性命猶得到保全。日拄仔出，雅各經過便以利，伊的大腿已經敗，所以這以色列人無食大腿頭的筋，到佇今仔日，因為迄人獻雅各腿軀的大筋。